表示不满的人被列入黑名单。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监督与迫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真相披露出来。中国政府公务员以结对认亲的方式监控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突厥人。中国占领政府在所谓民族一家亲政策下，向每个东突厥斯坦家庭派驻1名汉族干部。这些中国官员无视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穆斯林土耳其人的民族价值观，忽视女人的隐私权利，对他们不当的行为表示不满的人将被列入黑名单。土耳其教授呼吁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灰狼伊斯坦布尔阿尔纳乌提区分组织举行的东突厥斯坦主题报告会上，伊斯坦布尔大学教授奥梅尔博士呼吁政府立即停止中土贸易关系。奥梅尔博士使用视频证词和证据向会议厅的数百名参与者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情况。他说，中国今天正忙于解决其无数的国内问题，不久未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的崩溃，就像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被分为10多个国家一样。科维特议员关注东突厥斯坦局势。科维特议员在会议上对中国对东突厥斯坦人的压迫表达了关注。科维特国会议员对中国的东突厥斯坦政策作出反应，以东突厥斯坦穆斯林遭受宗教迫害为口号，表达了穆斯林的支持。国会议员穆罕默德·海夫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人对2900万穆斯林施以酷刑。他说，中国大使以议会为代表的科维特人民说，我们不会与一个压迫穆斯林的国家合作。印尼和马来西亚与维吾尔族站在一起。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已经对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压迫的维吾尔人采取了行动，两国共同决定保护维吾尔人。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伊布拉辛是穆斯林政治领袖中第一位表达对维吾尔人的支持的人。安华领导的马来西亚曾政府允许一群维吾尔族寻求庇护者前往土耳其，而不是将他们送往中国。中国经济正在放缓，影响世界经济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尚未取得进展。中美两国对美国的经济改革要求存在深刻分歧的环境下，中美两国代表团正在进行为期2天的重要的贸易谈判。持续的分歧也使得在3月2日美国增加关税之前难以达成妥协。博尔顿呼吁不要买委内瑞拉黄金石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呼吁不与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做生意。白宫顾问博尔顿在推特发文，呼吁不要和委内瑞拉交易黄金石油或是其他伪国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马杜罗政权从该国人民上偷来的。博尔顿在文末写道，美国已经准备好随时对委内瑞拉实施下一步行动，